关心，咱明年2024年嘛要进行总统大选。民进党的赖清德昨昏是发出民主大联盟，强调立委定调会以下党派、下世代、下领域三大方向来找人。那国民党的侯友宜昨昏是表示，即马咱国内乌道唱笑政治乌道甲政治拢交结，民进党政府应该爱先解决这个问题才对。另外，民众党的郭文哲昨昏是去台南的宫庙拜拜，伊强调选伊做总统，两岸发生战争的风险上升。2024团结一致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是带新北市顶调的3个立委参选人参加记者会，等家母带家仔的气势，以民主大联盟做主题，和理念相同的拍赢选战。在本次立法委员兼顾选区的征召作业，秉持跨党派、跨世代、跨领域3项原则，希望筹组民主大联盟，结合社会更广、更大的力量，来守护台湾。赖清德表示讲，民进党后壁还有21个等要定调，也是合作的选区还未公布，会找各领域的人才替民进党来投入新血。伊嘛重申会坚持改革乌金，用上悬的标准来回应社会期待。另外一方面，传出国民党的智库已经研究未来大选政策的主题，三大重点都是甲乌帮扫掉、打击诈骗和恢复特征组。黑道泛滥、诈骗猖獗、政治跟黑金的挂钩，这些不是我们面临最重要的挑战吗？让人民如果没有办法在人身的安全上得到保护，在社坛安居就会迄拢给讲的啦。侯友宜强调，爱先甲内面安大，才会当对抗外口的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是来到台南的宫庙讲战争的议题。我相信我来做第一，内部会和谐一点；第二，这个台海战争危险会下降；第三，中美的关系也会好一点。咱会使居中协调。第四，为台湾的代志一定较进步，较有效率的政府啦，较清楚。面对2024哪6辈拢捧出无同款的政策牛肉，希望让选民认同赢这场选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